想喺 Binance 解鎖獎勵？首先打開 Binance 官網，或者去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下載 Binance App， 揀註冊，用電郵填資料，跟住去下一步啦。記得用邀請碼，註冊即享獎勵同交易手續費優惠。邀請碼幫你慳足20%手續費，一定要入啊！系統會寄個驗證碼去你電郵，輸入返個6位數字驗證自己身份，好快搞掂。咁就即時擁有自己嘅 Binance 賬戶啦。最後記得完成身份認證 KYC， 直接 App 度上傳證件同自拍認證，安全又放心咁換加密貨幣。資格通過後，即刻可以交易同參加官方活動搶獎勵。記住，入咗邀請碼就有永久手續費折扣同新用戶限定獎勵。仲等咩？即刻註冊 Binance， 一齊賺獎勵啦！